社会3，搁再来关心一寡为外国来到咱台湾佚佗的旅客，拢会坐这个桃园机场坐运。坐运公司就开始要来办这个防疫的演习，针对到列车内底可能有中国武汉肺炎的旅客，也搁有旅客要进站进前，拢都爱先磅体温。有一套 SOP， 也就是标准作业程序。针对到即马有发烧的旅客，因讲暂时会先用可控的方式，袂讲强制不爱载。也毋过若是坚持要上车，这旅客因就会要求因一定爱挂喙烟。嘛爱写健康资料卡，会当进一步来追踪。我好像发烧。乘客坐车坐到一半，感觉身体无爽快，用对讲机通报了后，站长就会上车，询问乘客有去过倒位。旅客有接触去过一些的亲友，疑似为感染人员。Over， 小心哦，我们往前面吼。好吗？一旦列车上出现有疑似症状的旅客，捷运工作人员将会穿着全身的隔离防护衣来进行协助。工作人员装备齐全，带有可能有肺炎的镜头的乘客先去隔离的房间等，佮联络救护单位送去病院。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厉害，桃园机场坐运的防疫演练拢唔加凊彩。另外，机场坐运伫入站的早下，嘛有设红外线热伤测温仪，预计3月底全线拢会安这个机器。若是旅客体温超过37度半，就会叫人莫坐车。不过目前干那是用可控的尔，无强制。对发烧乘客的这个劝导，那如果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决定，这个37.5度 C 不得搭乘的话，那我们会采取强制的手段。桃园机场是国家的大门，真侪乘客拢会坐机场坐运，所以就要建立专门的防护网，顾甲较严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